我要同大家開第5的鐵啞鈴，仲有巨金怪。首先佢入邊有一張嘅玩家指南，然後仲有一張嘅對戰紙。之後終於嚟到包卡啦！第一張有巨金怪，官方總共俾咗2張巨金怪入去，然之後就係第5的鐵啞鈴，之後就係第5的天平牛。之後就到物品卡啦，有能量回收器，有厲害釣竿，有好友補分，總共有2張，有高級球，高級球有4張，之後有神奇糖果，神奇糖果有2張。之後有2張嘅寶可夢膠體，仲有2張嘅緊急滑板。之後到支援者卡啦，總共有4張嘅奇樹，然之後就有博士的研究。總共有4張，之後有派拍，總共有2張，之後就到大佬的指令，之後到石之洞坎，之後就到基本能量啦，總共有7張。佢總共有1版嘅傷害指示物，然之後仲有第5嘅呢個硬幣。好，我而家將啲卡入卡套度。好，我而家好快咁樣入晒呢啲卡套啦。今集就完啦，拜拜。